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杜比电子有限公司出品的一个泰瑞2选1激光速显卷尺这样一个详细的操作使用说明。那么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速显卷尺的一个大体的外观的样子。那么在这里的话，它总共会有4个按键。首先第一个，这个的话是激光按键，也叫 DX 键，这个是功能按键，这个是叫基准键，这个是叫清除返回键。那么在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详细描述这4个按键的一些功能。首先开机的方式是双击 DX 键，双击，然后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已经开机了。那么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屏幕不正，那么这里的话屏幕显卷键是什么样呢？是双击这个返回以及关闭键，双击，那么屏幕现在就已经旋转过来了。现在为大家介绍速显功能。速显功能开启的方式是在激光测距功能情况下，双击 DX 按键，这样就进入速显功能。然后我们轻轻的拉出子弹，可以看到屏幕上的数值正在进行变化，当前显示的数值就是子弹测量的一个数值。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单击一次，此时显示的数值是子弹加这边到这边的激光测量的距离。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双击这个 DX 按键，那么就是确定这个子弹测量的距离。介绍一下激光测距功能。首先的话，我们把机器开启以后，那么比如说从这里到这里的距离，那么顶住这个点，单击一下激光按键，那么上面显示的数字就是从尾部到这边的一个距离。我们还有一个平方测量功能。平方测量功能的话，是在我们激光测距功能的情况下，按一下功能键，这里的话进入平方测量功能。平方测量功能，我们首先按一下测量第一条边，然后我们再按一下测量第2条边，那么它会自动计算出这样一个平方的一个数值。第3个功能的话是那个体积功能。体积功能是在激光测距功能下，连按2次这个功能按键，1下2下进入体积测量一个模式。那么首先我们按1下测量第1条边，按第2下测量第2条边，按第3下测量它的高度，那么得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的一个体积。然后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勾股的测量，它的方式是按功能键连续按3下进入单次勾股测量，1下、2下、3下进入单次勾股测量。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我们测量第一个斜边，然后我们再测量它垂直的一个边，那么它求出来一个边就是从这边的一个高度这样一个数值。那么第3个，我们可以进行2次勾股定理测量，方式是在激光测距的情况下，连续按4次，1、2、3次进入我们的双次勾股测量。这个方式是，首先第一，我们测量第1条边，第2次测量它垂直的一个边，第3次测量它到底部的一个边。这里的话得到一个数值，就是从这个上面到上面距离的话一个距离。然后我们这台产品的话还能进行储存50组数据，在激光测距功能的情况下，然后连续按5次功能按键进入我们的数据储存记录，1次、2次、3次、4次、5次。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里的话会有我们之前一些测量的数据。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是我们50组数据的第1条。那么怎么去进行更换呢？那么就按这个基准按键，按1下它就是第2条，按2下它就是第3条，以此类推，它可以循环查看前50次测量的一个数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功能是连续测量功能。它开启的方式是长按 DX 按键，然后这里以后就会进入一个数值模式，然后我们在对它进行移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数值会根据实际的一个距离进行不同的变化，这样就方便我们随时找准这个尺寸。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个数值加减功能。它的操作方式是，我们在测量距离的时候，首先我们测量第一个距离的一个尺寸是这样的。这个时候我们
单击这个基准按键，那么它会进入一个加的一个计算模式。我们再按一次，它会进入减的一个模式。我们再按一次，它又会回到加的模式。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计算两个测量距离的一个和的话，那么首先要测量第一个距离，然后我们再测量第二个距离。那么这个时候显示的数值就是第一个测量距离跟第二个测量距离之间的相加一个和。如果这个时候是减的话，那么就是第一个距离减去第二个距离所得到的一个值。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个功能是基准切换。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测量的时候，默认的时候是以后面这一端作为基准，然后求这端到这边的一个距离。那么我们可以将基准切换至前端，由激光头这边的距离到我们要测量的之间一个距离。它切换的方式是长按这个基准按键。大家可以注意这个地方，我们长按这个地方就已经变换到前面，我们再次长按2秒钟，它就会切换到后面来。这个就是基准一个切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话是清除按键的用处。首先，第一个，我们在测量一个数值以后，我们发现我们测的可能不是很好，那么这个时候只需要我们按一下这个清除按键，它这个上一次测量的数据就会返回上一步。现在为大家介绍如何进行充电。当大家发现屏幕显示右上角这个地方有那个电量显示不足的时候，我们需要一根 micro USB， 也就是在我们光单盒里面附送了一个这样的数据线。那么这一头的话，我们这样插进去；这一头的话，我们连接手机充电头或者是充电宝即可对它进行充电。最后为大家介绍是如何进行关机。关机的方式非常简单，只要长按这个清除返回键，长按大概2秒钟，这个机器就已经关闭。